若我困伫土地了，阁会当听到你的声。伫长草下骹，我恢复起心也会清。开始之前呢，我可能想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它这里的一些单词呢，不完全是槟城福建话的单词，因为毕竟这个句子是我台湾的朋友李兰给台湾的这个脸书朋友李兰给帮我翻译的，所以当中的一些单词呢，或是这个句子整体的语感上可能会比较偏台语的这个我们叫什么通行腔吧。可是我读的时候呢，我是用槟城福建话去读的。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OK， 那西的这个那就是如果的意思。那西在槟城福建话我们可以说那西，你也可以说西苏，也有人这么说。然后哇和困就很简单，哇就是我的意思，困就是睡觉，困。地就是在的意思，然后土地的意思就是地底下，它这里的土就是土地的意思，就像槟城福建话经常说什么土卡嘛，地上我们说地上就是说土卡嘛，那个土就是可以理解为土地的意思，然后地就是底下咯，土地就是地底下 under the ground 地底下。然后聊就很简单了，你们会普通话的，你们都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我也没必要解释。所以那我或是那我困伫土地了，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若我沉睡在地底下了。然后英语的原文是 If I were dead and buried， 我会当听到你的声，我就是还的意思，还可以的还的意思，过。然后当或是当，如果说你要变调的话，就读当的话就是可以，在这个语境下是可以的意思。听到，听见，听到。然后噜的声，噜的声就是你的声音，就是的意思。伫长草下骹，伫长草下骹意思就是在长草下面。你们会普通话有汉字基础的，基本上看这个，你们基本上看汉字应该都可以大概了解是什么意思吧。等草很明显就是长草的意思，那个很长的草。然后卡就是下面，就是下方的意思。长在谓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谓语长草下方，伫长草下骹。然后我恢复起的心，我恢复起的心就是我已经变成这个尘土的心脏。恢复它这里指的就是尘土嘛，尘土或是变成这个灰烬的这个心。我恢复起的心，腰会轻这里的意思就是还会跳动。然后像这个腰轻，它这个应该是台语的说法吧，因为毕竟这个句子是我台湾的脸书朋友李兰给帮我翻译的，所以呢，他用的应该是台语的说法。如果是槟城，你要我这个年轻一辈，按照我们槟城的口语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够会跳。我的话我会这么说，够会跳。可是这里就是腰会轻，轻就是跳动的意思。因此，若我困伫土地了，阁会当听到你的声。伫长草下骹，我恢复起的心也会轻。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沉睡在地底下了，我还能听见你的声音的话，那我这颗已经变成灰烬、变成尘土的心脏还会跳，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英语原文的话就是 If I were dead and buried and I heard your voice beneath the sod my heart of dust would still rejoice。 好了，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希望我们能继续用槟城的福建话来感受电废墟的雅气。然后我顺便打下广告，如果说你们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要租车的话，可以联系我 OK， 可以联系我。好，就这样子，再见。